最近台语台的新节目《Talk Talk Show》台语哦，真受到欢迎。洪德老人基金会最近哦，嘛办阿公阿嬷 Talk Show 冷水会比赛，这时段表演是真精彩哦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电视啦吼，真水呢，吼，啊目睭佫较大蕊，吼，啊这吼，比如讲接下来说一个嘛偌好，你敢知无？迄小姐咯，我头过来，啊，就面对着阮吼，啊就来讲，说你去死啦！台顶这位大大哥今年78岁，洪德老人基金会举办搭喙鼓比赛，伊是年岁上大的。这届比赛，伊讲的主题是40当前，甲朋友去日本开马仔的故事，当作人听无台语，落尾去开着台湾人，互人骂甲臭头的经验。阮这朋友也相拄，大家都会搁安尼伫遐咧互相消遣，互相讲好，迄摆安尼实在是有影吼。安尼真闹开啦，吼！啊，毋过你小姐较想要真水。长辈是会使去你舞台顶管安尼讲，他不一定是只有会使当咧厝里去看电视。最近台语台的新节目《Talk Talk Show》台语真受欢迎，真侪阿公阿嬷讲因毋若准时收看，而且嘛是对这个节目来练笑亏。这阿公阿嬷愈练是愈有信心，嘛设目标，输人毋输阵，后摆想要报名《Talk Talk Show》台语来参加比赛。这个节目我有拄我最近咧看到伊是新开的节目，啊，就是用台语搭喙鼓做脱口秀，啊，若有机会我嘛使去参加公司这个节目去，用迄个台语做脱口秀。公司的咯台语台啊，哦，我想要来去啊，要来甲伊壮着胆参加。洪德老人基金会讲，当初会想要办这个活动，是因为时代讲话少年人无爱听，为着要增加世代之间的交流，因才会鼓励时代用家己的故事、生命经验来写卡本、讲故事、练笑亏，将家己人生的故事用趣味的方式来讲互大家听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